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17801个本土病例，3个人死亡。今仔开始一寡县市安排6岁到11岁囡仔做莫德纳疫苗。就算伫下晡点半落30分钟的雪，是正罕见的5月雪。气象局嘛针对基隆北海岸、台北市台中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宣布的头一项对台军售案221台票的自走炮，即马美方是通知讲要先取消咯。新闻一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17801个本土病例，有3个人死亡，拢是坐回老大人。新北市增加6584个上济，今仔中重症嘛增加21个人。另外，外界风声讲政府以100块的保证的计数，要卖喙内的快台试剂，要来有关试剂的计数。指挥官陈时中是讲，若是个乌白团，特别以假信息来发办，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确定病例，本土的病例是17801人，那有3例的死亡个案，那中症增加了14名，那共是240名，那重症增加了7名，共35名。对于在筛检的人潮，我们一再呼吁，就是在急诊的部分，大家不要挤到急诊室去，尽量到各地方政府加设的社区筛检站来做筛检。所以这是今天3位比较属于高龄的长者的死亡的个案。那另外在4例重症当中，特别补充的是后面2位年纪比较轻的这个个案，其中有1位是未满5岁的一个小朋友，事实上是一个未满1岁的一个，另外还有1位是20多岁的女性，有接种3剂的疫苗，本身没有慢性病史。那在发病当日是有发烧跟腹泻的症状，就前往医院去采检确诊。有相关的一个传闻，说政府100元采购家用唾液快筛试剂，我们到现在政府并没有采购家用唾液快筛试剂。及拉高贩售价格，这都不是事实。如果再有转传散布，我们就以假讯息来侦办。来看，今仔开始，一寡县市安排6岁到11岁囡仔做莫德纳疫苗。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讲，家长唔免赶紧要决定，会使问医师的意见，嘛一定会尊重家长的决定。学生做疫苗了后，是会当来测3天的疫苗假休困。规台湾的疫情有警报，为着要保护学童，亲像中华部分县市，初二开始，予6岁至11岁的学童来接种莫德纳的疫苗。就亲像新北市是规划伫初3开始做，办法要伫5月底进行完成。我们施打从5月3号到5月31号的是我们的莫德纳疫苗。那当然 BNT 的部分也在最近也会进口。那进来以后，我想家长要如何选择，可能就由家长来做自愿性的评估。教育部长潘文忠伊出席立法院的教保条例草案审查，强调讲，伫规划顶悬会透过和地方局处来合作，参考青少年因做 BNT 的模式，学童会当伫校园内来做，也是家长嘛会当选择到医疗院所来做。家长不必非常急迫的来做决定，必要时也可以来咨询相关的这个医师专业来做一个参考。那这部分基本上我们都会以尊重家长的决定来做后续的这个处理。潘文忠强调讲，大家囡仔状况无同，家长有了解囡仔情形，唔免急要来做决定，必要的时阵会当来问医师，会尊重家长了后，再过来做赛后的处理。也若学童因治了后，会当有3天的疫苗休困假。那么对于在施打疫苗后，那么也有3天这样的一个疫苗假可以提供给孩子，如果身体不适需要做休息。这部分有这样的一个价别，不会记录任何的这个差勤的记录或成绩的记录。对停课的标准，潘文忠强调讲，教育部会刷咧来注意疫情的变化，嘛会和指挥中心来敲测，包含过去2天的数据自传统测，嘛是同款的模式，唔茫讲会当来维护考生的权益。教育部嘛刷咧看疫情的发展，来随时做修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今仔开始嘛先安排帮六股、木林、大树加偏远地区的国小，佮有特教学校的学生来做疫苗。另外，云林县政府嘛开放家长签同意书，带囡仔去病院诊所做预防针，也毋过嘛是佮有真侪家长拢还未决定。
囡仔兄囡仔姐保持距离坐好好，护理人员先说明注完疫苗了后要注意的代志。高雄大树区的小苹果小，初期透早开始替囡仔注疫苗，全校53个学生当中，有22个人是经过家长签署同意书来注莫德纳疫苗。我们学校53位小朋友，有22位小朋友的家长同意在今天学校这边施打，他们都会带着比较紧张的心情来面对，所以对老师提醒他们要多喝水、多休息、多吃一点蔬果，这样的交代都会特别摆在心里。家长的立场觉得这一次施打疫苗，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小孩，那也在保护我们大家，所以是提升小孩的保护力。高雄初期予偏乡甲特殊教育学校先注囡仔疫苗，包含6区的新华国小、木林的道立国小甲木林国小，也有大树的小苹国小。那婚姻关乎对初期开始，家长若带囡仔摕意愿书，到馆内109大学药院所也当先注下。应该会啊。怎么说？当然，就是有一层保护啊。还是有很多家长在观望啦，因为怕打莫德纳有那个副作用啊。对啊。虽然有家长搁咧观察，不过婚姻管护表示，最近染病囡仔增加，除了学校有先发予家长注射意愿书，上紧就伫5月初早安排学生做伙注疫苗。也是厝内底囡仔想要提早注疫苗，也当摕意愿书到馆内109大学药院所来注射。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滚价最近几天拢上万例，病院急诊室有真侪民众等要做 PCR。台北市政府是宣布讲，除了联合病院7大体检站，今仔3军总病院除了设快筛阳性通道，卖伫地病院的外口设一个紧急门诊哦，互快筛阳性冇镜头的民众会当直接看病摕药啊。只要快筛阳性有明显的症状，就能靠病急诊的快筛阳性绿色通道挂号。除了做 PCR， 会当直接由医生诊断开药啊，并且用悠游卡付钱，减少甲病人现金的接触。台北市政府宣布，除了北区、联区7大体检站以外，随日搁再加入3军总病院，伫意外设急门诊，避免患者进入病院，确保医疗量能。那通常我们会事先开立3个药物，然后来简化流程。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普拿疼嘛，acetaminophen。然后第二个就是抗组织胺，然后让你不要有太多的分泌物或流鼻水的阿利格拉。那第三个那就是 Regor， 就所谓的镇咳药，让你少咳一点。国内新冠本土疫情连续4天确诊拢超过1万例。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当确诊数超过检验的量能时阵，确实会当加高感染人数。对此，有专家以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以今年全台湾确诊人数要到10万人来推高，总感染人数可能50万到100万人。实际上，我们台湾在新冠的感染的人数，应该是不止目前所报道出来的这种不到10万的这种人数，其实应该是至少有5到10倍的这种量。不过，吴国斌强调，乌索也无一定是歹代志。照大部分感染的不是高风险族群，而且拢是轻症无症状，顶都会让有关自然感染率提升群体免疫。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一个6个月大红婴仔，4月底因为发烧去南口中间病院挂急诊，排队排点外钟哦，最后嘛是不幸过往。家长是指控讲病院耽误着治疗，也毋过病院是回应表示讲，因为这囡仔的病情变化了上过紧咯。国内确诊人数逐天拢创新高，有一位6个月大幼儿仔发烧了，4月30互家长带去南港长庚病院，结果伫咧急诊室外口排队排点外钟了，不幸死亡。伫疫情期间，儿童的急诊甲儿童病房的量能是毋是受影响，正受外界注意。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父母亲一定感到非常的难过与悲伤。根据卫生局初步的了解，医院有依照检伤分类的方式来提供适当的医疗处置。当病患到达急诊室时，医师必须依照每个病患不同的紧急状况做立即的观察以及专业的医疗判断，进行后续的医疗处置。病院方面回应讲，初步检查时阵，查甫婴仔虽然有发烧，也毋过抑阁知影人，一切拢是照规定处理。也毋过因为病情变化上紧，伫PCR采检阴性，
时代力量表示，已经请援各大病的急诊单日拢超过600人，希望规划2个急诊快速通道来分流，让急诊回归后真正同情需要就医的民众。国内儿童普遍拢无注疫苗，感染的风险更加悬。有医生讲，真侪病甚至无儿童急诊的专科加专业病房，在这方面要赶紧规划应用。少子化的关系，我们的儿童病房药量是萎缩的啊。那当然要再重新的开放多一点啊。然后不止那个，还有整个医护人员也是一样，就是在这方面应该再扩大。急诊室有真侪民众拢是咧等待做 PCR 检验，结果造成现场人亏甲满满。时代力量希望指挥中心研究，伫咧现行的急诊的检伤制度之下，赶紧清点囡仔所需要医疗物资。并且建议民众拿快筛阳性才去病院做 PCR 检验，才能减轻病院的人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离岛南市有5个确诊病例，离岛有19个，嘛有30个人的居家隔离，嘛传出讲有游客收到隔离的通知哦，因为无交通工具会当载游客登去本岛，在地民众是真烦恼，讲最后向离岛的防疫佮医疗增加负担。离岛每一年4月份开始进入旅游的大月，不过最近疫情严重，我因连续假期退房率有到5成，甚至到6月份的嘛已经退真济。游客人数虽然有减少，不过离岛的居民也是真烦恼，因为离岛累计已经有19个确诊者，超过20个人防隔离。今嘛传出乡公所设的隔离空间拢已经满啊，还有游客防隔离所找无所在通好住。今嘛是住伫个民宿或者是旅馆，遐若居民更较烦恼会为何还未注过疫苗的囡仔，是感觉唔知要安怎。是不是变成你这段时间到底要去到哪里，又跟了谁在一起？你只是一直在延伸、在传染出去而已，不是吗？如果在这种医疗匮乏的地方，这个轻症转中症转重症，如果速度太快的话，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的后送能够及时能够救援？离岛乡长讲，即马因嘛防酷烈隔离，为着乡民甲学生囡仔的健康，伊要求伊的囡仔嘛做伙请假，同齐隔离。台东县卫生局表示，离岛甲南势2个离岛目前累计有24个人确诊，居家隔离的人数超过30个人，还佫持续伫咧增加当中。目前离岛的隔离空间无够，希望旅宿业会当有所在，互游客当暂时隔离。官府嘛佫协调海巡署，看敢有法度甲防隔离的游客再登来本岛隔离。如果游客的话，就是看你住在哪一家民宿的的店呢，就是在那边要给他做一个。再提供居家照护，居家隔离者呢，也是沿着都比照这样来处理啦。离岛乡长呼吁，离岛的情形是较特殊，即马确诊者增加，离岛的学校敢是要采取停课的措施来保护这学生囡仔，中央甲县政府可能都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伫下晡1点半左右，玉山是落雪，落30分钟，这嘛是真罕见的5月雪哦。今仔受到东北季风佮南方云系往北影响哦，全台湾各地天气拢无介稳定。气象局嘛针对基隆北海岸、佮有台北市、台中市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今仔各地温度是拢真凉冷，气象局嘛提醒哦，这礼拜大概拢会落雨，出门都爱特别注意。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各地温度明显降低。台中大甲透早上低温是12度8，新北市富贵甲敢若有13度1尔。气象局针对西半部的新竹到嘉义、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抑佫有偏雨，发布透风的特报，天气可能会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因若各地雨嘛，伫礼拜会上明显。水汽是从西南边输送上来的，全台各地或多或少都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今天的话，尤其是在山区或是中南部地区这边，降雨是比较明显的。不过各地都有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初2拜1到初3拜2，拢会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全台湾湿湿佮凉冷。拜1暗时开始，西北部的雨会较细，东北部也是会持续继续落雨。为拜3开始，各地气温回升，不过各地也是有落短暂阵雨的机会。接落来到初8礼拜，佫会有方面会到位。特别爱注意就是讲，咱5月初8到初9吼，欧洲的资料看起来是讲有方面的影响，这方面是刷较紧的。嘉义以北甲东平才可能有一寡阵雨。专家分析，目前气象资料显示，5月15至21对望景雨方面的形成有利。过去望景雨开始的气候平均值的时间，差不多是伫5月21至25。记者综合报道。
代替员工抗议公司化条例，昨休困无加班，所以火车暂停驶，今仔就恢复正常。在527年假，该代替工会是表示讲，有可能会阁继续发动合法的休困。交通部长王国材是强调讲，望讲会当甲工会理性来沟通。 当有民众翕到火车就已经过台中的潭子车头，再个路倒转去月台，代志就发生伫5月初2透早，这帮往花莲的170处自强号，叫民众积极驶过站，代替是赶紧出来赔货，讲是因为停车无扎落好，才会路倒转去调整。等旅客就落车了后，慢24分出站，详细原因会阁查明。他等要同来报告整个进度哦，然后想说这个。 今仔交通部长王国材5月初2是来到彰化，要了解高铁彰化站甲台铁电中站搬车转运计划进度。针对台铁5一停驶，王国材是表示，虽然民众小看卖惯，但整体状况也算合格，也会继续甲工会来敲切协商。行政的版本跟工会的版本，事实上现在差距，实际上没有想象那么大了。所以我想说，共识应该建议在这2个版本把它差距把它缩小，这样。 比较能够针对问题来做讨论，这样。王国材表示，针对台铁改革一定继续拼，望赶伫立法院调解协商进程达成共识。但工会表示，煞是要看政府敢愿意好好坐落来，先沟通才通过条例。那政府阁唔管，工会无排除527年假，阁一改合法联合来休假。互信的基础上，我们还是不希望未来能够造成比较大的抗拒啦，因为。 毕竟这种东西的话，社会成本还是很大啦。希望能够朝好的方向去进行啊。工会表示，政府的态度也是上重要。看敢有诚意要甲工会好好讲，先互相信任，才有讨论空间。若阁无法度，就无排除发动愈大场面的动员，表明诉求甲问题。但希望是免行到这步。记者综合报道。 表达桃园机场第3航厦工程的营造商伪传营造，这能力传出讲公司倒啊，员工是出面指控讲因真久无领到薪水啊，今仔嘛开调解会，机场公司是表示讲，所来工程会由东源公司接落来做，未去影响到第3航厦完工的进度。桃园机场第3航厦工程标案的营造商伪传营造，5日劳动节传出无有竞倒闭。 公司30位员工无领到薪水，向桃园市政府要求协助，所以伫咧桃园市劳工教育大楼开协调会。所支欠的3月份以及4月份的薪资，还有就是员工带电的零用金，还有一些年资年假的部分，以及合理的那个谋职价，就是换算成薪资的部分。公司给我的委任的这个条件，权利就是说。 相关劳工的要求公司员工的需求都会答应了该根据劳基法怎么规定，公司都会答应了。资方代表讲，公司已经跳票，3、4月薪水公司无再调发，特别甲员工协调，看速落来安怎处理。对厂商倒闭，土地公司也做说明。在这一个案子里面，总进度虽然稍稍落后，但是我们在整体工期的设计上面。 我们有扶持2个月，也就是说，大概有2个月的余裕空间，可以让工期能够如期的完成。土地公司讲，第3航厦第8标能源中心甲共同广道工程是东源公司甲伟传公司共同投标承揽，工程费差不多新台币62亿9千万，东源负责机电占80%，伟传负责土水差不多占20%。 伟传公司跳票，由东源甲所有工作甲责任拢接来，未影响第3航厦整体完工的事情。记者综合报道。开始报税咯，在政部长苏建仁今仔早起去台北国税局视察，今仔早起有25万外户嘛已经完成报税，其中有4成是利用手机啊报税，因为以前今年报税期限嘛延1个月，要延到6月底。 摕一沓厚嘟嘟的文件资料，伫座位区咧等叫号，就算外口落小可的湿啊雨，台北国税局透早要是来真侪要报税的民众。那年纪也大，网络的话比较慢，我就直接过来，过来的话更快。我家就住附近而已，所以说差不多也就这个时间起床，然后就过来。 因为疫情严重，确诊的人数增加，国税局已采用轮流来报税。
尽量伫个外口用临柜来报税，毋是伫个室内。毋过伫个外口的这个柜台减真济，有的民众一个等就是40分钟，佫还袂轮到。我电脑坏了。 所以我没办法用，所以不得已跑来，而且我发现他们都速度很慢。我以为8点半不会那么多人，结果排队算前面是4号，可是他这个现在只到2号，我应该40分钟有了。财政部长苏建荣，伊透早就去台北国税局来看，根据统计，一直到初2的早起，已经有25万户完成报税，其中手机啊报税占40%，佫有3.8%是使用自然人来凭证，其他的民众是使用健保卡来报税。事实上，为着要提升手机啊报税的利便性，伫个今年的手机啊报税2.0的新榜顶悬有编修功能，民众会当直接伫个手机啊顶悬来做所得税扣除额，还佫有抚养亲属的资料做编辑，安尼增加支付的功能，来鼓励民众会当加来利用。往年在5月1号啊，这个因为劳动节放假，民众都抢着在第一天来申报了啊，所以会造成这样一个情况。在网络申报也好，手机申报也好，都已经提供非常便利的服务了哈。所以如果你的所得资料非常简单，那也没有修改这个所谓的抚养亲属或是所得资料的话，你扣除的资料也非常简单。那我是鼓励用手机报税，因为疫情紧张。财政部嘛延长所得税的报税期限，对原本的5月31，规个延到6月30。估计综合所得税有653万户的个人申报，营业税有99万户的企业申报，这拢会当来适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拖烧，防疫险的理赔案件是愈来愈多哦，一大中小型的产险公司恐惊会出问题。金管会主委黄天武是表示讲，目前这个产险公司看起来应该是佫无问题，也毋过确诊病例数欠悬哦，因的债务压力嘛愈来愈大。本周的第一天达到1091通的进电量，过去平均一天我们最多能处理的大概快到300通，所以300通是暴涨3倍哦。是的。防疫保单申诉的案件直透增加，无法度继续报，甲理赔争议的案件袂少。根据金管会保险局的统计，扣除已经到期有效保单，全台湾差不多有600多万件。若是以最近本土确诊人数，逐工拢超过1万件来算，保险公司的债务压力是真大。因为保单理赔过大，造成 RBC 异常的下滑。那如果要求公司现金增，市场新股东买单意愿，你认为会高吗？我们的产险业为过去这几年，它的保费成长都蛮高的，那获利也不错。那考量未来公司永续的经营，它应该也有足够的动机去提出增资。金管会保险局表示，若是到产险公司无法度理赔的程度，产险公司已经提存重大事故准备金，差不多有161亿，危险变动准备金有320亿。若符合要求，产险业还佫有481亿的救命金，会当应用这么大条的防疫保单的损失。保护的立场去做解释，希望能够尽量在符合契约精神的前提之下，能够提供保护的保障。但是事情的变化还是比较快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底线跟原则。一定要住院才给，就是他必须是中重症，即便我去 PCR 验了阳性，也不赔啦。新商品的部分，即马本土确诊人数增加，产险公司的债务压力是愈来愈大。若是继续扩大理赔条件，恐惊有倒去的风险，引起金融的危机。立委呼吁，应该要保持契约的精神，只要符合理赔的条件，该理赔就要赔。不过民众嘛无应该扩大解脱，造成保险公司债务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已经这2个月过了，乌克兰国内交通建设破坏甲真严重，损失超过850亿美金哦。其中有一部分是乌克兰军队为了要阻止敌军，甲基甲路也是桥毁掉。另外，乌克兰伫战争发生的第2天，伫基辅北边的一个村哦，故意甲水坝泄洪，制造水灾，嘛已经2个月过了，这个村的水阁还袂退。伫乌克兰首都基辅北边的德米蒂夫村，战争爆发的第2天就做大水，交通又是规片敢若乌共款。居民若是出门，就要穿靴管、坐树林艇，放罐头甲食食的地下室拢浸伫水底，规片的农作物嘛拢乌有去。那这一切拢是乌克兰军方挑工做的，都是为着要阻挡罗西亚军队攻击基辅的速度。Було підтоплено багато будинків, які
і по сей день перебувають під підтопленням в зв'язку з тим, що ми не можемо відновити електропостачання даного об'єкту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підкачати цю воду, яка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в даний момент в селі Демидів.烏克蘭軍方除了調降予伊爾平河水力發電大壩排水，造成未輸做大水的場面，佮把頂懸的橋砸下去。地處羅西亞的軍方就要搭浮橋來過河，方便烏克蘭軍方進行攻擊。從戰爭爆發以來，羅西亞軍方針對橋、車頭、機場、甲加油站等等的設施是轟炸了真正力。全國高速橋都已經有300多條橋被毀掉，交通基礎的建設受到嚴重的破壞。估計損失有達到850億美金。不過，其中有不少是烏克蘭軍方為了拖延或者是阻擋羅西亞軍方進攻的路線，採取的自我摧毀的策略。幾乎北邊的第聶伯河、西部的煙花都採取大水的策略，在3月份的戰事發揮關鍵的作用。大水對羅西亞軍方的戰事形成真有效阻擋的效果，而且把攻擊的主力為下期鎮分散去霍斯托梅、布查，也有伊爾平等等的外圍城鎮。阻擋羅西亞軍方包圍基輔嘅攻勢，將基輔地處羅西亞嘅軍方撤退。Воно вартувало цього?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їх дійсно не було, то воно цього вартувало. 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來看聯合國主導的馬里坡撤離行動，已經有100外的百姓離開。之前本地要來台灣訪問，結果後來說確診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昨雄雄去烏克蘭首都基輔訪問，伊嘛答應講美國一直支持烏克蘭到戰爭結束。這段由烏克蘭國防部亞速營分享的影片，看到平民自馬里坡亞速工地廠建築物出來，開始撤離。伫咧俄軍要甲2個月轟炸了，馬里坡變做敢若是荒地共款，死亡的人數也無法度確定。目前馬里坡還有10萬人伫咧內面，差不多有1000位民眾甲2000位烏克蘭士兵密伫咧工地廠下骹。亞速工地廠是馬里坡目前唯一也未互俄軍佔領的所在。路透社記者講，因為空襲炮擊無停，情勢真危險，無法度了解烏克蘭東部目前的狀況。有一位攝影記者講，佇初一時陣有看到60位平民到臨時安置中心。聯合國證實，由因主導國際安會加幾多方面協調嘅秘密撤離行動，是自4月27就開始。Після багатьох тижнів переговорів не було жодного дня, щоб вони пробували знайти таке рішення, яке забезпечить порятунок наших людей.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出現喺咧烏克蘭首都基輔，以感謝烏克蘭為爭取自由奮鬥。По-перше, за цей сигнал потужної підтримки. You're on a frontier of freedom, and that your fight is a fight for everyone. And so our commitment is to be there for you until the fight is done. 美國民主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出現講，將會審理330億美金的援烏法案內面的增加條款，允准扣押俄羅斯好野人的資產，並且將這筆錢轉到烏克蘭。舒默是佩洛西離教講，希望會讓趕緊通過總統拜登要求的相關援助計劃了，做這項宣布。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在5月的動節，歐洲有真濟國家攏有示威抗議。咱來看法國，佇總統馬克宏當選連任頭一屆有民眾行上街頭，結果佇全國造成300外人受傷，佇巴黎有50人轟掠起來。另外，佇土耳其上大都市伊斯坦堡，有示威者甲警察發生衝突。上萬的民眾上街頭，手提着各種標語。5月國際勞工節，法國各大工會按照傳統，佇咧全國組織大遊行。今年是總統馬克宏當選連任了第一場社會運動，包括作為政黨成員、社運人士，自巴黎共和廣場出發，行向民族廣場。De toute façon, il faut que les salariés, le monde du travail s'en mêle parce que il y a souvent eu des promesses par le passé qui étaient faites avant les élections et qui étaient oubliées après les élections. Donc la mobilisation, elle reste importante, quel que soit le gouvernement. 5月勞動節的起源是1886年美國的打草市場事件，迄當陣有35萬人大規模罷工示威，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8點鐘的工時，結果造成真濟人死亡，警察、民眾有將近200人受傷，也有勞工被判死刑吊死。而事後造成5月真濟國際勞工節。
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国差不多有11.6万人上街头，巴黎就24000人。几落个工会呼叫，希望伊能得到更加好的薪水加社会保障。主办议员因也搁再划出60岁退休加1400欧元的上计工资的诉求。La diminution du temps de travail ne signifie qu'une seule et unique chose. La part qui revient au capital doit être moins grande et celle qui revient au travail doit être plus grande. Ce n'est que cela qu'il faut discuter aujourd'hui. 不过原本是和平的示威，却因为有一群穿乌衫黄面的人发动暴力攻击而变调。这个名叫做乌群的极端团体，破坏公车站、各家店的玻璃拱破，又个放火烧粪扫桶。法国警方借催泪瓦斯想要赶人，场面真混乱。5日游行伫咧法国全国有将近300人受伤，巴黎是有50个人被拘留。欧洲真侪国家拢有5日劳动节的游行。伫土耳其上大的城市伊斯坦堡，几60位示威者无插入禁令，伫咧塔克西姆广场附近集会，甲顶部警察发生冲突，结果有人被警察压伫咧涂骹，要掠转去警局。伫德国比邻，也有真侪民众上街头示威游行，不过比邻警方讲，这是近年来上和平的5日游行之一，只敢若11个人被拘留。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来看长期中的战乱，正胜者的中非共和国宣布讲要甲比特币列做法定的货币，加做是非洲头一个、世界第2个安尼做的国家。咱嘛来看世界头一个甲比特币列做法定货币的国家萨尔瓦多，最近有调查显示讲，比特币的实验其实已经失败了。萨尔瓦多的比特币大冒险，2019年开始，伫这个3000人口的海边啊青年小村爱桑提苏东时，无讲名的关注者对每一个村民发放比特币，条件是袂当兑现，爱学习安怎用伊。安尼嘛，互当地就算讲一杯咖啡、路边小食，也是讲水电雅士，拢会当用比特币来付钱。伫银行无口座的民众嘛，会当用比特币的钱包来欠钱，安尼豆豆都袂遐散。地方也搁加设奖助学金，甚至是疫情的纾困方案是全球出名成功的案例。It's worth it. I use it to save money. I don't touch the money I receive in Bitcoin. I just let it grow. I bought 2 cows. I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Bitcoin. 行出去比特币村，情形个拢无共。萨尔瓦多的总统布格雷，伊无过7成民意的反对，伫个去年宣布讲要甲比特币列做是法定货币，甲原本的美金做伙用。不过即马过半年，非营利组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上新的报告分析讲，比特币的实验已经失败。萨尔瓦多也是真恶力脱离散车，当年共款有数万人去美国讨食。不虽然讲加密货币规个还阁有起的趋势，原波动煞毋是这落遮尔散车的国家因安尼博会起的。今年的年初，加密货币市场规个落车。彭博社伫1月报道讲，萨尔瓦多损失2000多万美金，合代票是5亿5千万。国际货币基金还阁特别发布新闻稿，再次劝说萨尔瓦多放弃甲比特币当作是国币。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咱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宣布的头一项对台军售案，109A6自走炮，传出讲美国国务院通知讲，这项军售案临时要喊停。咱国防部嘛证实这个消息，嘛强调讲会佮甲美国方面继续沟通。这个案子因为产线排挤的因素，依据美方的通知，最快要到115年以后啊，才可以交运装备。我方除了持续跟美方沟通协调。同时考量台风防御作战精准打击火力的需求，已经协同美方研采精进的替代方案，以服作战的实际需要。咱国向美国采购的 M109A6 新型的自走炮，去年8月份，美国已经核准，嘛对外公布这个代表220亿的军售案，本地明年头一批就要交货咯。也毋过，咱的国防部是表示讲，美国讲因为产线的问题，上紧要到2026年后才有法度会当交货，所以这个军售案就先喊停咯。国防部嘛强调讲，会佮继续甲美国方面来沟通协调，卖来找出替代的方案。再来看疫情的滚价，有立委是关心讲未来选举，较真正甲居家隔离的民众是要安怎投票？中选会是表示目前咱的规定，所以无法度亲像南韩也是菲律宾，会当伫无共款的地点、无共的时间投票。
另外，针对公投过罢免案的电子联署的系统哦，中选会嘛强调讲，会尽量赶伫6月份之前来就线。国内每一天新增加的本土病例已经超过1万人，立委关心也是未来选举拄到真严重的疫情，中选会要安怎让确诊者也个接触过确诊者的居家隔离民众来联署因的投票权，是要采取亲像南韩还是菲律宾的模式，伫无同的时间是地点来投票。特别的不同的投票所给他们投票，你懂我意思吗？那就是特色投票所。对对对，投票所是在我们的法制里面也还没有。也不行吗？没有，不行。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赶快修法呢？你光是一个新北市，现在就3万多人了，3万多人不会影响投票结果吗？而且这3万多人他的投票权怎么办呢？中选会表示，除非修法也无，即马是无法度安尼来办选举，或真是以保护投票民众，还有选务人员的防疫安全来做上重要的考量。立委嘛希望中选会当一步一步来推动电子联署等等的选务活动，来应应未来可能的疫情的威胁。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提到6月份我们的委员会议来做最后的审议决定这个是否定在什么时间来上线。好，今年的6月会讨论，对不对？是的。好。中选会表示，因为电子联署牵涉到个人资料保护还有网络安全，因此资通安全处已经要求中选会依法来完成相关的治安防护措施。中选会伫6月进前确认安全无问题了，让这套电子联署的系统赶紧来开始使用。记者张志勇、陈柏如台北报道。地方的新闻，咱来看婚姻关的事例。有一个乐生内向协会，因积极推动厨房这款运动，有办真侪活动跟比赛哦，嘛争取要有专业的厨房的场地。望讲婚姻关会当来正做咱国内厨房发展了上好的运动都市。参赛者一个接一个，当在边仔练厨房，有的搁点绝招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不过大家拢算甲真乐痛。个人特别是对北管区走来，要专工来参加这场盛会。我来自嘉义，我叫嘉义小黑，然后我们嘉义的，我就是带几个朋友来一起就是捧场，然后就一起来这样一起玩，然后可以认识更多不一样的朋友。我算半个云林人，对，我在云林出生的。大学的时候我又回来云林读书，然后我在这边也认识到不少朋友，所以说我自己是蛮喜欢在这边玩板的氛围。耍厨房伫这几日来真受到少年人的喜爱。2020年时，搁入去东京奥运的正式项目，搁再带动一波全民运动的热潮。婚姻的乐生内向协会，特别伫斗六的兴起纪念馆门埕办一场厨房野餐聚会，结合音乐、霹雳舞元素，要让众人拢感受得到青春的活力。我们想在这边办一个街头文化季，滑板啊，它其实不只是一个运动。有很多的那种流行品牌，包含音乐、艺术创作、设计，很多东西都是从滑板衍生出来的。因为滑板它一开始就是在街头，然后它会有很多的 idea。我们希望云林的年轻人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活动，早一点云林成为台湾的滑板之都呼唤台湾滑板爱好者一起来云林玩滑板，一起交流。若甲其他大都市比较，云林的厨房运动风气也无遐兴。协会希望举办相关的活动，安排专人伫边仔教，让民众亲身来体验甲了解，嘛期待未来县内相关耍厨房的场地会当愈来愈完备。通吸引到其他地区的人汇集来到云林做伙来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南投的玻璃香菇是真出名哦。5月1日到咯，最近公所嘛办8粽的活动，要来推销玻璃的香菇，嘛互爸爸妈妈带囡仔来买香菇，互大家来了解对产地到本地的健康概念。有空时出来。看这香菇这水这大蕊着，众人也来体验买香菇。南投的玻璃有出产香菇，镇公所为着推广在地农产品，就办买香菇、8粽、甲煮料理的活动，佮带囡仔认捌在地香菇的产业。为孙农教育为产地到餐桌今仔要互人来体验讲采香菇香菇是安怎种伫香菇的部分包括咱所有的这个料理内底用香菇来做菜底，会使讲非常的地。香菇时常互掺伫菜色内底做菜底，
还有5月节这个粽，火锅内底的料拢有香菇来加味。活动的现场也有展示一款用香菇做的料理，而且摕来种香菇的土甲茶，也会使继续蒸做培养土。我们这样子太空包的这个废弃物，我们可以培养发酵之后做我们的培养土哦。所以我给大家讲，农业从土地到餐桌，我们都会循环再使用。啊，这个过程都是嘛，咱爸爸妈妈会使带囡仔来采香菇。另外，镇公所也要办食农教育的活动，让囡仔家己挽香菇，知影香菇对落土到收成的过程，也教育因爱更较珍惜食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政府要招标中兴文创园区，也毋过已经流标2届了。虽然文化局是强调讲，这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佮加上园区是历史建筑，对厂商来讲限制真侪。也毋过最近会佮重新来公开招标。伫普隆市园区内面拢无人，文创业者开的店也拢无人客。这个伫咧宜兰五吉乡的中兴文创园区，县府打算将园区整体规划化，每年款礼金差不多600万，也毋过已经流标2遍。在林之妙县长上任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中兴文创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的迹象哦。对于整个中兴文创未来的这个执行的情况真的那么难吗？有必要一定要委外吗？东烟或者其他几个那个县市那个文创园区的委外的案例来讲啊，那个文化资产是它吸引人的条件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中兴文创园区进前是中兴纸业，也是全国规模上大的连锁工厂。伫结束营业了，县府伫咧2013年接手开发文创园区，并且伫2015年将园区登录做历史建筑。只是2017年园区试营运到即马，游客数一直拢无增加，互人质疑是网仔园区。县府想要和民间来开发，也毋过拢失败。文书工作者讲，应该改善经营模式。这2-3年来，中兴文创已经被外界所看到它未来的潜力，所以呢，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着手来做外招标的相关的行政作业程序。县府认为，经过这几年的经营，中兴文创已经有知名度，会当委外经营。根据县府所提出来标案，厂商伫咧经营园区时阵，就要有70%的空间甲文创产业有关系，只可能30%的空间会当摕来做商业使用。对2遍流标，县府是讲，因为疫情，也有对历史建筑的装修时阵限制较侪，会互厂商加考虑，所以未来会甲标案做修正了，结果再重新招标。记者综合报道。对台湾儿童早期疗愈有正大贡献的美国神父甘惠中伊伫台湾50多冬，后来嘛摕到台湾的身份证，真做是台湾人。神父伫2020年过身，台南市政府专工伫伊创办的玻璃痕早疗教育中心来挂牌，要来纪念伊一世人为特殊教育付出的心血。2017年，为当当时的行政院长林全的手里接过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来台服务超过半世纪，致心推动儿童早期治疗的甘惠中神父，正做国际法修正通过了后，头一个保留原国籍、成功规划摕到中华民国籍的人。他对我们台湾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从高雄他建立的乐人服务中心之后，来到台南，一直都为我们的弱势团体服务，真的是让人敬佩。甘惠中神父自1963年派来到台湾，协助中南部的发展。因为有一个当时症的小妹，所以也带头发展台湾的儿童早期治疗。对瑞福益智中心到中华民国启智协会，佮有德兰启智中心甲碧利行文教基金会，甘惠中神父对台湾的特殊教育甲医疗的贡献，互伊摕到早疗总理奖、医疗奉献奖等等的奖项。每一个里程碑都是甘神父辛苦打造，从事早疗教育，为社会上最弱势、最不起眼、最没有被重视、最没有被看到的孩子，付出了爱心。2020年，甘惠中神父过身，总统蔡英文亲身伫咧对书会颁发保养令，
即马台南市也伫咧碧里型早疗融合教育中心挂牌纪念这位历史名人的奉献，也希望将甘会长身负的精神流传落去，继续推动台湾的特殊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今年上落尾一波樱花伫4月底结束。日本英国樱花品种是真侪款也毋过后来大部分拢种吉野樱，造成其他品种就要绝种咯。日本有专家就讲这款现象对生态甲环境来讲拢毋是好代志，所以嘛发起樱花多样性的诉求。染井吉野樱是日本上天天看到的樱花树种，占总种植面积的90%以上。染井吉野拄只开花时阵，花是粉红色的，尾仔会慢慢变做白色。若是规片拢变做白色的时阵，袂输敢若是落雪共款。因为染井吉野是人工培养出来品种，家己无法度克制繁色，就用接的或者是炒的，也就是讲，伊是复制制作出来，每一丛拢有共款的品系甲基因。要するに何か1年生のものから今140年のものまで存在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人がそれを増やして植えてき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几落百年来，吉野樱变做日本樱花季的代表。不过对城市规划单位来讲，也真头疼，因为这种品种真容易去得到竹叶边。伫东京西边的国立区，有一条正直正长的樱花大道，开30年的时间，这个210丛需要错掉或者是换掉的吉野樱处理80丛。伫横滨、东京加上点街附近300丛的樱花树错掉了，引起市民的不满，新闻也闹甲正大。日本花之会伫咧吉祥市的这个农场，樱花专家田中秀明培育400种要甲1000丛的樱花树，包括吉野樱在内。已经分送300万丛树栽出去，这嘛是伫咧撒灰色加深粉红色，花期比吉野樱早4天的神代树樱，抗病性较强，较细丛好修剪。メインとしてソメイヨシノっていう代表的なお花見の場はあるんだけど、それ以外のさまざまなその桜の楽しむ場をもっと増やしてもらいたいし、その手伝いをしたいと。田中先生讲，就因这种树种多样性的推广者，拢相信染井吉野日本樱花之王的名是袂互人抢去。因想要做的是鼓励大家加熟悉樱花树，增加伊的多样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越南的枫叶高邦国家公园，过去山鸟厝头测山海情况是真严重哦。也毋过当地因为气候变迁发生真侪天灾，威胁到人民的性命财产。一寡山鸟鼠嘛发觉保育的重要，所以接受培训，转做导游，佮家己巡逻队。伫所视摄影，会当看到山洞口日头光照来了，敢若仙境共款伫咧变化。伫越南广平市博德馆加文化馆的枫叶吉邦国家公园，伊的特色景观是全世界上大的山洞系统之一。联合国教育文组织该列做世界遗产，守护这片林地是10几年前的错查人。Nghề chặt gỗ trái phép, bây giờ tôi quay lại đây với tư cách là người bảo vệ rừng, với những chuyến tour về khám phá động vật với thiên nhiên. 36岁黄日讲，10年前是头所采山鸟鼠，定定伫咧国家公园内面，找珍贵的树花，出来了摕去卖，也捌外景到辽国去头所查，结果运转去越南。不过这几年气候变迁，森林内面定定发生极端降雨，也定定做大水。伊就感觉到气候所带来自然危机，开始转做当地导游，做保护林地工作。当地探险旅游公司也找250位已经伫咧头错采山鸟鼠，经过培训，互因做旅行团的导游。Thì trước đây thì em nhìn thấy cây gỗ to lớn thế là quý thế là trong đầu em nghĩ là cây này là khoảng tầm cao bao nhiêu mét nhỉ, tính cưa ra được bao nhiêu khối gỗ này. Nhưng bữa nay đi làm du lịch rồi thì thấy cây này là thì đi về vị khách nào đó thì em giới thiệu thì cây này hồi trước là nó quý hiếm lắm. 2019年转做导游的黄日讲，
甲其他都有共款，会得到国家公园的护林权，伫咧森林内面巡逻，防止盗猎者掠动物，也协助轻度盗猎者所涉的限制甲本数。虽然这么因为疫情，旅游业的收入甲当初头初三时阵赚的是袂比的，不过生活是较稳定。伊希望观光业慢慢复苏了，互因厝内生活会当过得更较好。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华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